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看今天的节目《好好运动》。我是今天的凯如老师。今天呢，会不会有两张要听下用动讲的欣赏哦？东亚的右手边是我们的心仪老师。好，那我们的左手边呢是我们的建芬老师。今天要带大家来做嘛个？今天要来做椅子的瑜伽哦。今天做的是轻瑜伽。以下咧，我请大家咧停下听数一下，看看人嘅旁边冇有个灯咧哦。不过今日灯咧同重要哦。第一要灯咧吼，下半冇有拎咧哦。佢有拎咧，做大家做嘅时候吼，重心不稳会较危险啊。嗰时候人嘅灯咧啊，我记得下半冇有拎咧，喺做得嚟話吼，安尼梳頭會清好。嗰下有樣嘅咯，冇用碰燈，碰燈啊痛愛。安尼呀，梳板的时候，咪咪较唔好办，用圆圆咩？嗰时候喺做地方吼，可能不卡有安尼梳头的，个较高、较稳重的啊，安尼会比较安全。今日呢，我带大家来强化嘛个，我们来强化大腿的肌力。做嘛你讲呢？你的大腿的肌力就是我们的第二心脏。可是你的大腿有力量，你会发现哦，你心脏会较强哦。嗰以下咧，下就来训练嘛个，训练大腿的肌力。嗰还有嘛咯？以下动作老人家行路脚强咪咯，唔咩脚无力咯，很耐无力咯，很呀臀大肌，呀十分无力啦。嗰时候你要知道，你要记得咯，都会做脚嘅动作的时候哈，不只是你的这个大腿要往上提，嗰呀十分摸安尼提起来啊，呀脚。卡起来就会牙齿会没卡有力，然后把行路的时候就会走路有风哦哈。一下就等凯如老师了，扛下来了。一下你的前度等了以后呢，一等呢我等佢变过来，变到一地的时候，那两只手一下开始了哈，等你前度的哈，前度一开始了，前度等了以后呢，好，要反过来。好，反过来以后，停下两只手板凳凳呢，嗰有一只重点哦，要肩头摸缩起来，停下肩头不用强上来。肩头绷下来，嗰也背囊打车车，唔过一只重点吼，也师傅莫安尼松水，也师傅抗议了，安尼也也会怎唔安尼扎到啊，也也会不舒服。嗰时候你记得咯，也肚子竖起来，停下给师傅松转来，两只手强强的板凳凳呢，一定会喺绷强上嘅哈，两只脚。起到胸下，来吃块，然后轻轻的来，轻轻的来哈。来，右脚提起来，先一系列就好诶。你吃到够，牙齿头又卡起来就好诶。好，再天天的不用下来，肩头不用强松咯。再来，左脚往上提起来，好，再慢慢的不用下来。再来，右脚再提起来，速度慢一点，唔怕哦，你要天天的来就好诶。好，再停脚不用下来，再一摆哦，往上提起来。好，再慢慢的不用下来，然后再把我们的角度再稍微的调整一下哦，右脚再提高一点点，吃到公牙气头，东胸东牙肚脐的这个位置，训练你的后背、牙师傅也得会臀大肌的力量。好，再停牙脚不用下来，肩头不要强松哦，牙树木板都按狠，你树板都按狠，牙力量就会东牙得会输的哈。再来停牙脚再卡起来，去做得来发，吃到牙气头，东牙肚脐的位。好，再强强的绷下来，脚绷下来的时候莫冲太力咯哈。好，再来脚卡起来，这样绷下来，然后再来吃3摆好嘛？来，脚卡起来，下背要只切头啊，莫安尼锁死哦哈，要膝盖保持着弹性。再停下脚绷下来，再来脚卡起来，这样绷下来，前后一摆哦，脚卡起来。好，再不用下来。好，大家都能懂后哦。就一下嘞，把速度加快，臀部往上提起来的时候是加强你的心肺功能。刚刚有讲过哦，大腿就是我们的第二心脏。这时候你把速度再加快一点点，你会发现你的肺活量啊，你做我知道讲当中跑马拉松这动动挺用的感觉哦。好，来吃看呢哈，等下速不用上来，我们把速度加快哦，右脚往上提起来，再往下放，再来2，好，做18哦哈，3、4、5、6、7，等好8、9、10，好，等好，来不用下来，你太脚比我用的话哈，停下脚点点咩就好诶。好，听一张动作记来哦，听一张动作，没去用训练你的大腿跟你的臀大肌的力量。好，要摆停下手，
变到等的后以后呢，两只脚打卡开到的。你脚趾要到前面，你脚毛会打开开哦哈，脚趾要到前面，做嘛呢？因为你脚趾同你膝头。嘅方向要去傾用嘅，嗰時候你係聽下腳打開來，人骨盆咪係打開來，嗰時候你聽下腳趾到前面，人膝蓋咪會到前面啦哈。假使你係知道個，人嘅是不冇辦法，到後背法唔怕，真其他好啲嘅，嚇個人數係打出嚟。今條咪傾用我不用強爽哦，我先天天帶他家做，來聽下膝頭歪一時咧。各位一定會哦，是不要停後背鬆出去，是不鬆出去，鬆出去以後啊，有時候人是不會按你翹起來，記得咯，停人是不空起來，人也會這樣唔會酸咯。還有重點咯，人膝頭唔會做唔得超過人腳趾，按你就壓迫到人膝關節哦，要動小細節要注意哦哈。嗰時候你鬆出去嘅時候係人是不鬆出去，人膝頭冇超過人腳趾。安尼冇知道講人太腳臂會點樣算咯，嚇！啊，天天咧紅起來，係人太腳臂嘅力量哦。再一擺哦，膝頭彎下來一絲絲咧，聽人師傅送出去，肩頭係不用強鬆嘅哦。講人身體冇安尼到前面咯，身體係正嘅，嚇！大家都做得當好哦。天天咧聽人身體再拉起來，然後嚟做5擺哦，肩頭不用強鬆，背囊打側側，再一擺的彎曲膝蓋，臀部往後走，膝蓋不超過腳趾頭。好，嗰日師傅要鬆起來哦，再天天的來鬆來。再一擺彎曲膝蓋，臀部往後，直到你膝蓋沒有超過你的腳趾頭，再慢慢的往上拉上來。有時候講身體開始捏起來了，再來彎曲膝蓋，臀部往後。好，再往上拉起來，還有2次，再一次的彎曲膝蓋，做較慢的會唔怕哦，天天嚟做，你冇辦法估到按大嘅方，唔較高的會咪唔怕，較高的會咪唔怕哈。再天天嚟上來，再來哦，彎曲膝蓋，師傅先行，肚時要豎起來，當好，好，等下停下好嘛？5、4、3，腳冇打開來哦，腳到前面咯，2、1，好，天天嚟上來。好，大家都做到哈，來停下腳先踢一踢，舒緩一下大腿的肌力。然後剛好就做2隻動作，聽聽咯，要2隻動作，你就會吃到嘛？干咯？要2隻動作，你就會吃到個，是不是有點喘？因為啊，所有的臀部的動作，你就像胖不用誒。當你的臀部往後的時候，你就胖把你大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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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是你會覺得你的心臟會有一點點跳得比較快。嗰樣動作啊，你都有卡，就大概你就當一本這個5分鐘的時間，大概就做一些，你就會發現你的精氣神就會比較好了。好，有點喘哈，一下來到正面了，停下等你不用到前面了。好，然後天天坐下來。好，一下不管是年輕人還是年紀比較大的這些大哥哥大姐姐哈。晚上都會有比較不好睡，就看睡唔落覺安尼問題哈。個瑜伽妹妹有一些的動作啊，可以幫助你的睡眠哦。今天呢，凱瑞老師來帶大家哦，個沒用用哦，一樣是訓練大腿的肌力哦。然後坐好了以後呢，要小小的調整一下你的凳內嘅角度啊，要凳內一下係正正的，我們把凳內稍微往斜偏一點點。一絲絲咧，最好唔是聽到啊哈！要等咧愛穩到，記得咯，冇有力咧哦，懂重要哦，要記得動作還是要有一個確實的一個安全性。我知道講這個椅子的腳的地方是在你的肚臍的下面的位置。好，準備好了，一路來做英雄式，做一個美麗又很帥氣的一個英雄。用隻腳微微的打開來之後呢，這一次呢，把你的腳再打開一點。打開腿都會唔怕，好，我們把動作放大一點點，把自己大方一點點，抬頭挺胸，背是打直的，然後在這裡停下，右腳往後，腳趾頭是朝前面的，然後另外一隻腳趾頭是朝側邊的。你可以知道講跳抖會發，較前都會唔怕，較前都會唔怕，前面的腳跟跟後面的腳跟是成一直線。好，收到哈，有聽到嗎？要腳趾摸到底部，摸到落部呀哈，到前面哦，把背打直。好，再下一2隻手打開來，肩頭不用強鬆。好，準備好了。好，停下力量放在你的腳底板，講呀大腿是繃緊的，後背給它腳來鬆出去，
有时候懂美丽的英雄，懂帅气的英雄。撒哈伊嘞，你要目主要看到前面呢，给要数字哦，看到前面的数字，重心不要往前倾，你的身体是正的。好，就都在等我留，眼睛看着前方，肩膀放轻松哦，停留5个呼吸，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的把你的头转正。好，撒哈伊嘞，你的左手弯，停下竖，不用动呀，太脚臂的松摆，手掌心向上。撒哈伊嘞，你要压着竖，指向天空，眼睛看向天花板，有重点哦。要下背肩头摸缩起来，等肩膀放轻松。下背也会送手一，你要得位就来到位，要得位来到还来到那了，来到你的拉到你的心经，可以改善你的睡眠品质哦。手往上延伸，下背肩头莫靠近两翼沟，让肩膀远离耳朵。还有3个呼吸，3、4、5，很好哦。来下一个吸气，等下身体来转来，等好，来等下手不用下来，好，等好哦，落落半片上来好吗？用只手，用只脚，没用大口了。好，来换脚喽。右脚膝盖弯，左脚往后伸直，没用哦，要朝后来哦，哈，安全很重要。膝盖脚趾朝着前方，好，都要得位了哦。要脚趾面向着前方，前脚跟后脚跟成一直线。呀，各位细节懂重要哦，哈。用只手大口来，肩膀放轻松，来眼睛看向你的右手的手指头。看起来自己是一个很勇敢的英雄哦。停留4、3、2、1，好，看到前面了。再一次哦，右手弯，左手指向天花板，眼睛看向天的位置，右边的肩膀远离耳朵。好，准备转来了哦，身体来转来。动好，停下手不用下来。好，撒哈伊嘞，停下脚趾头，膝盖朝着前方，来做一下舒缓，好不好？想象你的胸口抱一颗大球，手往前推，肚子往内收，眼睛看向肚脐的方向，可以看下肚脐。好，停下背弄送出去，停下肚脐揪起来。好，轻轻的吸口气，用这手卡起来，不用下来。动好，再一摆好吗？手往前，肚子收，目主看到下肚脐，再一摆吸气来松来。不用下来，好，大家做到动好，来肩头稍微安尼松缓一下，舒服一下。好，跟下个今日的课呢就松到要得了。大家有本这个5分钟的时间，听今日凯如老师做的动作，当然就要复习哦。跟今日也就都要得了，下次再见喽，再见。